一個由共濟會建立嘅國家。一個集迷信、神話同埋神秘主義而建立嘅國家。今日會為你打開一個大巴比倫嘅奧秘，一個華盛頓與火星之間嘅秘密，一個鮮為人知嘅撒旦陰謀。他要在末後嘅7年大災難當中迷惑普天下人，跟隨敵基督。主耶穌一生侍奉嘅地方就係加利利，就係圓環嘅意思。名字嘅由來係因為呢個地方係一個四面被圓形嘅山所環繞，呢個地方嘅北面盡頭就係推羅同埋西頓。西頓就係西多尼，又喺古時稱為 Phoenicia 腓尼基，就係鳳凰嘅意思。地球上另一個地方都有一個圓環，就係英國嘅石柱群。你會見到明顯係同一個設計。呢個地方英國威特爾郡，就係每年夏季都會出現所謂外星人所做嘅麥田圈嘅地方。喺上古嘅時代，人被墮落天使帶領下去建造呢一啲石柱群，成為一個假預言，叫人以為主耶穌係外星人。但係你可能意想唔到，呢個陰謀係由火星開始。以西結書28章12至14節，發光如火，原文係發火石。發火石即係火星嘅意思。原來撒旦本來喺火星上邊同其他天使一齊學習服侍將要出現嘅人類。希伯來書1章14節，喺呢個火星嘅廢堆本來係撒旦同埋跟隨佢嘅天使嘅居所，但係撒旦同埋跟隨佢嘅天使一同墮落，敵擋神。所以神審判佢哋，叫佢哋嘅居所成為荒場同埋廢堆。喺呢一度有一個圓環，就係預表加利利。原來係要紀念有一日，救主耶穌基督會喺地球嘅加利利呢一個圓環侍奉。喺最早期嘅200年前火星地圖中，人已經叫呢個地方做西多尼西頓。竟然喺 Freemason 所建立嘅美國華盛頓，佢嘅地標係照住火星上西多尼去設計嘅。
非美神只係俾墮落天使利用同埋欺騙，佢相信撒旦同埋佢所差遣嘅敵基督係神，同埋救主第二次嘅再嚟。馬太福音24章23至24節，並且信佢嘅人會預先被提，同主耶穌一同駕雲降臨。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17節，猶大書14至15節。你想被提，定係經歷大災難同埋敵基督嘅統治？